是怀孕的征兆，她把医书的条目给记错了。啊？这个老兽医，他到底还能行不行？女人怀着孩子也来例假？什么呀？夫人，欺负人这么难治。夫人，你是吃不惯这个膻味儿吧？好，下次我给你做烤鸡翅吃。哎，对了，你喝羊奶也不行的。你怎么吃那么高兴啊？来，哎呀，爱吃都拿走，拿屋吃去啊！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吃完早点睡，别出来了啊！就知道心疼二女，也不管人家死活。哎，没有。老爷夫人，周大夫刚刚使人来传话了啊？他说什么呀？他说他回家想了想，夫人的脉象好像不是怀孕的征兆，他把医书的条目给记错了。啊？这个老兽医，他到底还能行不行啊？哎啊！别伤心了，夫人，我早晚让你怀上啊！哎呀，好膻的味道，快点去洗，难闻死了！你快去，难闻死了！哎，好，哎呀，好，我去。哎呀，哎呦，疼死了！哎呀，夫君，怎么样？讨厌！还有味吗？这个周大夫要说可恨还真是可恨，医术不精还煞有介事；要说可爱嘛，也算得上可爱，知道自己错了，还差人送个信来。听说原来周大夫是兽医啊，怎么看着看着就给人看上病了？他家祖上是在口外给牲畜瞧病的，手艺是家传的。这长安城毕竟不是大漠草原，没那么多牲口，这才起了转行的念头。老爷夫人，赶快过来看看吧，二夫人她……啊？怎么了？快来看看！二女，怎么了？啊？肚子坏了。是不是吃羊肉串吃的？那么吃能不坏肚子吗？哎，这孩子怪可怜的，好歹也算是个贵族人家，连个烤串也能吃成这样。喝几次了5次。有没有谢丽婷、谢霆锋什么的？啊，去端碗盐水来，要温的。哦，是。常言道，好汉架不住三簸箕，这都5次了，这还得了？还不是赖夫君，现在倒跑来装好人，就没见过那样吃羊肉的。小侯爷盐水。来，快点喝点。再喝点。哎呀，你让他躺下吧，看把他虚的。别说话了，拉稀都堵不住嘴。夫君。哦，天都亮了。你好些了吗？看你虚的，说话都费劲。来人呐！哎，奴婢在。去给二夫人弄杯羊奶来，热的。哎，好。
今天啊，秦玉要过来上课，我得去过去给他讲算术。你呢，喝完奶就躺着。回头我给老四捎个信儿去，就说给你放2天假，这2天你也累得够呛，趁着拉稀多歇2天啊。夫君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好汉都架不住三婆媳，他能架得住吗？可怜的夫君，齐郡主约我去南山观景，你说我去不去？去啊，为什么不去啊？反正去看了别白看，也做几首诗回来。那个王国维不是说过吗？一切景语皆情语。王国维是谁啊？男的，一个才子。才子啊？哪儿的才子？哎，这不知道，就反正你就记住吧。去了，多做几首诗就行了。那你好好养着，谢谢夫人。劳烦夫君照顾了。放心吧。秦小公爷啊，刚才那可是夫人的马车啊。是，夫人去南山游玩。哦，子豪兄没去吧？没有。哦，好，哎，为何说话如此节奏？像好。照顾好夫人。小侯爷放心。小蝶，扶我一下。夫人，您还是躺着吧。帮我梳洗。不行，您都这样了。我躺着不舒服，你帮我梳洗一下，我要去听夫君讲课。哎，现在是中秋，天气凉爽，子豪兄，你拿着一把扇子作何用意啊？妈的，你说我拿扇子干嘛？这孙子一根接一根的，老子随口一说，你还真往心里去，弄得我抽也不是，不抽也不是，扇。子豪兄，你这又是何意？难不成你想吹散这伟人的仙气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你当这是扇子，我当这是戒律。学生要是不听话，老师可是要打手板的。为师此举，正是将伟人的精神发扬光大。子豪兄，你不会是真想打我吧？是啊，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啊。哎，你那么虚弱，你跑出来干嘛？二嫂夫人安。还好，四爷兄也不是外人，你就坐那儿听吧。王夫人，你看，这就是昭武校尉李将军的宅子。皇上把他外放岭南了，下月就走，这会儿正着急出手。真是好地方啊！我带你到那边看一看。数学乃数数之学，是从天地万物、自然法则